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升旗仪式现在开始。維護國家安全係每位公民應該履行嘅社會責任同埋共同義務，因此教育新一代嘅香港青少年，培養佢哋擁有正確嘅國家觀念同埋民族觀念咧，係尤為關鍵。我係好認同將國家安全教育同埋愛國主義教育掛鈎，維護國家安全同埋去遵守維護國家安全嘅自覺性，會自自然然咧隨住個愛國情懷咧嚟產生嘅。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做好愛國主義教育嘅話，我好相信咧國家安全教育咧必然咧係會事半功倍。其實最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咧，除咗係法律之外咧，愛國主義教育咧就係疫苗啦。只要我哋大家一齊努力，係讓到我哋不同階層嘅市民，特別係年輕人咧，自覺咁愛護我哋嘅國家，自覺咁維護國家嘅利益。香港一國兩制咧，我哋個制度同國家係唔同，但好重要嘅就係我哋要有益於國家，亦都要有益於國家。我哋要利用嗰個差異，係去促進香港嘅穩定同埋促進國家嘅發展。國家安全咧係大家都知道係我哋成個價值觀教育又好，我哋成個香港所有嘅市民同學咧係需要重視，係需要非常重視呢個大日子。我哋期待大學係結合社會嘅，喺我哋有餘力有可以做嘅地方，同大家攜手同行，為我哋嘅社區，為我哋嘅國家，無論喺安全、發展、教育方面咧，係共同努力。我哋仍然係要繼續去做好我哋維護國家安全嘅工作，而呢個工作唔單止係特區政府嘅工作，亦都係應該咧係每一位市民應盡嘅責任㗎。所以咧今日咧我非常之感謝主辦單位，特別咧係教育大學同埋各個團體一齊咧成功去舉辦呢一次嘅活動，有效係提高我哋全民國家安全嘅意識。喺香港海防及抗戰博物館舉辦國安嘅教育活動呢，係深具意義。博物館展覽嘅內容凸顯我哋國家安全嘅重要性，亦都俾我哋嘅參觀者明白同埋珍惜和平嘅可貴。